今日係第一日嘅 DSE 2025嘅 Speaking 考試，我好擔心其他學校嘅考生、其他補習老師嘅考生，因為我哋上年已經壟斷晒全港最高成績，包括全港第一、全港第三。我哋任何返嚟 Speaking 練習嘅兩組，是但班房嘅一角影一張相，最少都有 Level 5嘅成績，而當中包括全港第一、全港第三嘅成績。對唔住，好沉氣啊，因為成績實在太過標炳啦。講多次，我唔擔心我哋嘅學生。我好擔心出邊補習社同埋其他學校嘅同學。睇清楚熒光幕，你遇到我哋嘅學生，你應該知道你份 Speaking 炒咗噶啦。喺呢一刻，你終於明白喺 YouTube 喺 IG 補習天王所教你嘅 Speaking 考試技巧，全部都係天方夜譚，全部都係紙上談兵，絕對比唔起我哋結結實實攞一張學生合照出嚟，入邊有齊晒全港第一、全港第三最頂尖嘅成績。咁你會問我，喂，可唔可以教少少 Speaking 技巧喺呢度教下？喂，我哋嘅 Speaking 技巧令學生全港第一咁矜貴，我而家隨便免費教俾你嘅話，未對而家熒光幕交咗學費嘅學生好唔公平？剩翻卷1、卷2、卷3，來者可追，盡快報讀我哋嚟緊嘅 Tip Class 課程最後4堂，盡快報名，否則一世遺憾。